歡迎收睇新一輯嘅一周花花點評，我係阿玲。老詹呢，呢個蠢材已經唔喺度啦，就由我阿玲完全接管啊！今集一周花生點評呢，就講下，跟住講下特朗普政府訪華，唔知大家仲有冇啲特別花生嘢，我都可以同我講講嘅。今集嘅內容開始啦。今次呢一集呢，就由我阿玲主持大局。點解呢？俾我整壞咗老詹把聲啊！而家老詹呢，就聲都冇得出。你見下我左下角個 logo 都轉咗我個樣嘅。而家老詹有啲咩做緊呢？就係好似阿黃仁勳未做英偉達之前呢，就洗廁所。唔知大家想我點樣對阿老詹呢？都可以留言分享下嘅。上個星期三至五呢，美國政府特朗普就坐住佢架空軍1號就訪華啦，就話公布咗有17個美國企業嘅高企一齊去訪問華。根據彭博引述呢，特朗普出發當天親自打俾黃仁勳，叫佢一齊訪華。阿老王隨即趕赴阿拉斯加，就唔知有冇剩翻隻長腳蟹呢？喺空軍1號中途加油嗰陣時咧就登機嘅。而今次訪華就有阿馬斯克同埋就嚟退休嘅添曲，唔知大家對呢次老美出行人咧訪華點睇呢？跟住講下啲耳機嘢，唔知大家有冇用開降噪耳機嘅咧？其實戴得多嘅朋友仔唔知有冇出現呢個嘅問題，就係有啲耳鳴啊、聽力下降，甚至乎聽得見但係聽唔明嘅症狀啊。其實原本以隔絕噪音、保護聽力為賣點嘅科技產品，反而成為咗焦慮嘅焦點啊！英國嘅 NHS 確認咗求診年輕聽力問題嘅患者持續增加，佢哋嘅聽力測驗呢，往往係正常嘅，但係處理聲音嘅能力呢，就出現異常。所謂嘅降噪耳機受害者，並非只裝置對耳仔造成嘅物理傷害，而係長期使用引發嘅聽力與神經系統預警，表現為耳朵能接收聲音，但大腦卻冇辦法處理同理解所聽到嘅內容。英國聽力學會副會長 Benton 指出，長期隔絕汽車喇叭聲等日常嘅聲音，就可能令到大腦忘記點樣過濾呢啲噪音嘅。佢亦都表示，降噪耳機創造咗一個虛假嘅環境，
等人只聽到自己想聽嘅內容，大腦因此就唔需要主動適應噪音，而耳蝸毛細胞一旦受損就冇辦法再生。早期求醫先至係至關重要，甚至乎你唔用降噪耳機都係一件好事嚟嘅。而語樹科技早前就正式發布咗全球首款量產版載人變形機甲 GD01，官方定價390萬人民幣，大概係440萬多嘅港紙，定位係民用交通工具，結合載人駕駛、自主變形同智能操控三大核心。語樹科技創辦人黃興興更加親自爬上機甲，坐下喺中間控制室座位，親自示範。宣傳片聲稱全程實拍，冇加速處理。GD01機重大概500公斤，載人下直立嘅狀態下，GD01可以有如人形嘅機械人直立行駛，上方設有載人艙，駕駛員可坐喺內部操控凳上，而 GD01可以單手推兩幅牆，力度都幾驚人啊！除咗直立行走之外，GD01仲可以有變形功能，機械人向下後，仲可以係四足形態下步走，亦都可以支援載人乘坐。唔知大家對呢部嘢點睇呢？或是高達可以成真啊？都可以歡迎留言而分享下。今集嘅一周花生點評就嚟到呢度啦，唔知大家鍾唔鍾意我為大家嘅選材？但係大家見到一啲有趣嘅花生事呢，都可以 PM 我嘅，同埋要記得 CLSS 我嘅影片，同埋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、IG 同網誌。最後記得清理埋啲花生碎，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